虔诚的听众，牛早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2页。已经解说到正文第52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9节，就是解说到故意涅槃了义教中，破弊偏见，以显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正，逆今依言背义。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思想，以错解佛之玄妙，最后微言，畅览千遍，有何所益？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这道理。在前面，这位行昌啊，因为捌看过《涅槃经》，就向慧能大师来请示《涅槃经》内底常无常的意思。六祖慧能大师对行昌的回答啊，在外表看起来好亲像甲《涅槃经》的文字所解说相反，所以行昌呢就搁再进一步来问六祖。六祖就甲伊讲：我所讲的无常啊，正就是佛所讲的真常之道。也我所讲的这个常，正就是佛所讲的无常的意思。佛为着凡夫外道执邪常，为着这义成人，在这个常住中假无常，变成八种的颠倒。因此呢，就在涅槃的了义教中啊，为着要来破凡夫外道义成人，或者偏见，所以呢，才来讲这个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正的道理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行昌一番的开始。在前面以显说真常，对这个真常啊。咱前面已经讲过去啊，所以叫做讲做真，就是不假啦。真相就是讲这呢，正是啊实实在在的相助的道理。在《涅槃经》所讲的常者，就是不千名常，千就是千变，那就是讲无千变呢，所以啊。名叫做讲做常，那这个安稳呢，名叫做讲做快乐；自在呢，名叫做讲做我；无我呢，名叫做讲静。常乐我静啊，这就是大乘大般涅槃经所记载的四德，就是讲大般涅槃，不是涅槃经，就是讲这是涅槃啊所记载的四德。四种的德，第一，这个常德，常德就是个指涅槃的体啦。涅槃的体啊，就是讲佛伊所证到的真理的本体，所证的真理的本体是不变、无生灭。欲真理的本体不变，欲真理的本体无生灭。所以呢，该名叫做讲做常，但欲伊的用呢，嘛是叫做讲常。啊，来讲是常呢，就是讲这个真理的本体虽然是不变，但是啊，虽然教化众生的妙用呢，却是永远不断绝。这个名叫做讲做常。那本来这个常的意思在前面解说了，但在这个所在呢，我们是无妨啊，搁再做一番的说明。那这个
涅槃之体形不变，义无生灭，虽然化用义上不绝啦。这呢，咱会使咧摕金仔来做譬如，金仔伊的体质就是金的啦。当然，这个体质金的有纯金啦，或者是讲几分金啦，有安尼这款的分别。咱现做是就假设啦，就是讲有一块金仔，伊就是纯金的物件。这个纯金的物件呢，你无论甲摕来做金线钩、金手指、金破链，伊永远都是金仔。伊这个金仔的本质啦是未变，伊金仔的本质呢是袂无去。当时呢，你若是100%的金，无可能变成110%这个100%110、100%120，无可能安尼。用迄个体质啦，讲起来是不变。咱用迄个金来做譬如，会当好了解啥物叫做上的意思。也对这个虽然化用义上不绝啦，这事实上我那是金才有可能。别项物件呢，也无可能讲虽然化用义上不绝。比如讲这个金你今仔日该拍做金线钩，做金线钩来用咯。明仔载你变成甲拍做金手指，换金手指去用。后日呢，甲拍做金破链，换金破链去用。凡是你甲拍过来拍过去拢无要紧，只是迄个形体变，但是呢，金的本质是无变。也迄个形体呢，随着你要爱做啥物作用，你就该做啥物作用，拢无要紧。这也会使咧甲讲，就是迄个金呢，在伊作用上也会当好常常互你来起作用，常常互你去利用呢，袂去变这个袂去无去。那别项物件就不可以啦。咱来讲一张纸就好。你这张纸，你已经该写毛笔字落去这个毛笔字写落了，你自这张纸讲无我这个毛笔字唔爱要来甲伊写咱这个原子笔的字，安尼有可能吗？无可能，因为你写落了呢就掉咧啦。掉咧物件呢，你除非讲你这张纸，就过去纸厂搁甲做过，但是搁做过了呢，迄个纸质嘛是搁不动去所以只有金这个物件，你呢摕来要甲用倒一项拢可以。在伊的作用方面我咱是永远呢会当互你起作用。所以欲用欲体拢就是常，那么这才是叫做真相。我拄则是以金呢来譬如涅槃常德。即嘛讲这个真乐，这个真乐就是讲迄个涅槃的体是寂灭，而永远呢拢就是安然，所以呢名叫做乐。那这个乐该叫做真乐呢，就是有这个假的这个快乐的意思，的这个对态。什么是叫做假的快乐呢？咱世间的快乐就是假的快乐。咱一般社会人所追求的世间的这个财色名利，有当时阵呢，在咱追求迄个时阵就含有痛苦的成分。有当时阵是在咱享受迄个时阵，就是讲有得到啦。伫咧享受迄个时阵呢，有这个痛苦的成分。有当时就是讲，迄个物件，互咱得到了，互咱享受了呢，结果就产生痛苦出来。所以咱世间无论倒一项，一般社会人认为讲这是一个快乐的代志，但这拢是假。为什么是假呢？因为世间的物质、世间的财色名利这本来毋是真的物件。在这个毋是真的物件上面，你想要得到快乐这当然是不可能。咱即马摕一个简单的比例啦，譬如讲咱来去买爱国奖券，得爱国奖券，哇，这真心肝真欢喜真快乐。你认为讲我得爱国奖券，安尼有真正一个问题可以解决假如讲咱有爱国奖券得到啦，有钱啦，咱要来去大楼厝，要较好的设备，或者是讲买一台较好的车来去驶啦，
或者是要食啦、要穿啦、要大只物件享受咧，可能拢有啦。但是你会知影，迄个随着来问题伫倒位啊？你得了这爱国奖冠了，人呢知影讲你有奖钱，嘛要甲你卡油啦，要叫你救济啦。或者是讲你这钱摕来了呢，到底我这个有限的金钱，虽然是讲爱国奖冠，互你讲着1000万来讲，这嘛是一个有限的金钱啊，毋是无限的啊。那1000万到底是要来做生意啦，或者是要来起一间老仔厝啦，或者是买一台在这个世界上上贵一台车来用呢？到底是要倒一项？在迄个时阵啊，可能你就有带来了真正一个烦恼那么当然你在家庭的成员讲起来，毋是你一个人而已啦，有太太啦，有囝啦。你想要做这项用，你的太太想要做迄项用，你的囝要搁做另外一项用。凡是无钱的时阵，大家要起冤家；有钱，大家做起冤家起来。安尼这款的快乐，到底是毋是快乐？在你得到快乐迄个时阵，马上痛苦就走出来，马上麻烦就走出来，这根本毋是真快乐。涅槃的体啦，为什么会当得到真乐呢？因为这是一种不生不灭的理性。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，毋是咱世间法，毋是世间的这幻化物质所以呢，接袂去永远啦，会当得到安全自在。当然是对于这个用讲起来，因为会当来运用自在所做呢，拢会当好来随着咱的心意所以呢，才会当好得到这个真实的快乐。那这样讲起这个用这个用呢，就是作用啦。对这个作用讲起来，咱现在是有这个身躯，好像讲咱这个身躯呢有作用，而且这个身躯的作用呢是会当好随着咱的心来去作用。但是你究竟若是仔细甲想起来，并不是安尼。有当时咱心肝想要做的代志，咱的智能、咱的体力、咱的金钱、物质地位等根本呢都无法度好，互你随心所欲来去做这项代志因为咱想要做的代志，咱无法度去做。咱要爱物件，袂当达成着迄个目的，在迄个所在，咱痛苦就产生。那伫遮所讲的这个乐者，就是讲咱得到这个涅槃的真体了，将涅槃的本体所发起的妙用，是会当得到自在妙用。在你会当得到自在妙用这个所在呢，就是会当得到真实的快乐。咱即马来讲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，互咱各位做参考。譬如讲，咱呢来开一间真大间的工厂，来去做董事长、做大老板。咱有钱啦，咱会当做甲够。但是你做大老板、做董事长，你是毋是做会起你是毋是当真好去做啦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你开一间工厂了，你必须工厂的这人事问题啦。或者是讲事业的问题，那你这个人事事业，你若无法度好运用支配，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你无够迄个领导的能力，迄个时阵呢，你嘛是领导人袂行。那在这个领导人袂行，人事上发生问题，你内心就产生痛苦出来。变为一间工厂，变为一个机构，也对迄个主管讲起来，话呢就会当好将迄个主管做起真好，将迄个人事安排真好势。领导甲真好势，大家拢会当听伊话。话呢，伊就无够甲迄个能力，在迄个无够甲迄个能力迄个所在，就产生痛苦。那这就是讲，你的这个作为，你的这个应用是会当好自如。在你作为应用会当好自如，迄个所在，当然你就快乐啦。在你迄个应用袂当自如，迄个所在就产生痛苦。所以这个乐就是讲运用自在所谓色心，这咪叫做乐。这才是实在快乐。第三呢，讲这个真我，真我就是讲实实在在的我。咱现在是讲做我，事实上这拢是假。咱现在是所讲这个我呢，就是四大五蕴加和合的这个身躯意义。实在我到底是啥物？这就必须咱来去找
那事实上，咱学去修行呢，也就是要来找一个实在我。这个实在我呢，会当互咱找到迄个时阵啊，咱就已经得到解脱了。这个我在咱佛门中最少呢有两种的解说。一种的解说用伊体讲起来，自实名叫做讲做我。第二用这个用果起来，用这个用讲起来叫做自在名叫做讲做我。这个自实名叫做我的意思，就是讲这个物件是自己的，是实实在在。这个就讲我啦。那咧讲起来，咱这个身躯是毋是咱自己的？是毋是实实在在呢？咱这个身躯毋是自己的，咱这个身躯也毋是实实在在。咱这个身躯是地水火风四代。那讲较白话，就是讲咱这个身躯啊，是有四个老板啦。咱将这个身躯该当作讲，咱灵魂咱的精神所寄托的所在啊，来改譬如讲咱啊，要住一间厝，这间厝呢是有四个老板，四个头家。所以在这四个头家其中，只要有一个啊，伊无甲咱配合，问题就产生了。比如讲，这间厝是四个老板的，咱生意做好，咱就得趁钱。其中呢有一个老板讲呾，我即马厝卖衰了，要甲伊讨这间厝，安尼就是发生麻烦。当时咱这个身躯毋是实在，安尼讲毋是实在呢？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前无咱这个身躯，未来几十年后咱这个身躯无去了。这是在咱这个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的无限的时间中啊，一个短暂的现而已啊。所以呢，这也毋是自实。既然毋是自实呢，就是无我的条件。第二，对这个用讲起来呢，自在明我。所以这个我就是自在意思。咱搁就讲自在呢，这个自在就是讲我想要安怎就可以安怎样。那咱这个身躯是毋是我要安怎就可以安怎样呢？比如讲，咱人大家嘛毋爱老。那既然咱这身躯是咱的，毋爱老，我就可以莫老啊，毋叫做自由自在咯。或者是讲，咱一般社会人，大家嘛毋爱死啊。毋爱死，你就真是讲毋爱死，会当好永远啊，无死，咱才讲做自在咯。但咱现在是这个身躯并袂当。你毋爱老，偏偏伫老；你毋爱死呢，结果会死去了。咱是涅槃本体就毋是，涅槃本体在伊的体讲起来是自实，就是自己实在。用讲起来会当得到自在，因为会当好将这个涅槃本体来发起随缘的妙用去教化众生。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啊，乃至千手千眼。这千手千眼呢，这只是一种形容。并毋是讲观世音菩萨只有1000只手，只有1000对目睭。1000只手，1000对目睭呢？这就是表示讲真济啦。为什么遐只手有这么遐只目睭呢？有遐只目睭，才会当好讲一个时阵看真正济众生伫咧受苦。有遐尼真济手呢，才会当好讲一个时阵有真正济众生爱救，会当好伸手去甲伊救。假如讲手呢只有一支，要有1万个众生共一个时阵要爱救，也若安尼呢？1万个其中一个时阵只有法度救一个，其他呢99999个都无法度救啦。咱人呢只有一支手，咱人只有2对目睭，所以咱这2对目睭看东无法度看西甲南北，看北东西南看袂到啦，看这个无法度看迄个，所以呢。咱人讲起来，咱目睭所看有限。咱人讲起来，咱这个手的作用有限，虽然无可能讲在一个时阵会当应用自在，要来去做偌一个石头，要来去救偌一个人。所以咱有当时阵无用的人常常来讲，可惜我袂当分身，就是讲袂当将这个身躯甲分较济。可惜我无加一支骹手出来。这拢是咧说明讲，咱人的这个应用是有限的物件。
也即个涅槃所讲的真我，那就是讲伊有即个自在妙用，像观世音菩萨，像一切诸佛，会当应化无边。安尼呢，这个叫做真我。搁再过就是真正，这就是正德。涅槃之体，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真理的本体啊，是解脱了一切的过染，所以名叫做正啦。解脱一切过染呢，就是讲涅槃的本体，这个真理啊，是无受到烦恼业障的种种染污。用这个无有烦恼业障的染污这个所在啊，来解讲做解脱了一切过染，这是用伊体所讲。若是用伊用来讲呢，随缘而处啊，未尝有误。啊，讲做随缘而处未尝有误呢，就是讲佛菩萨伊得到涅槃的本体了，为着要度化众生，像观世音菩萨啦，以应化身来世间教化。但伊应化来世间教化众生呢，名叫做讲做优化。这个优化意思是讲，敢若像来世间佚佗啦，自由自在。伊在教化众生中呢，伊袂去世间的这种种的环境啊，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随等啊，所感染着伊心。你看咱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伫咧讲虽然是教化了真在这众生，但是呢是无众生可度。连起一个心讲我伫咧度众生都无。可能讲佛菩萨在度众生迄个时阵，佮另外起一个心讲我现在是伫咧度众生，也拿咧这个心呢，就是染污心，这都毋是究竟清净心。这个究竟清净心呢，就是讲虽然在度众生，但是呢无一个度众生的心伫迄个所在，也在这个世间呢，袂互世间一切的在风尘所给染污。这是在应用中所讲的正。无论伊的体，无论是伊的用啦，拢都是正，名叫做讲做真正。所以对于这个上龙五正啊，拢是欲体欲用所讲。假如讲只有这个体，也无迄个用，安尼袂当叫做讲真，因为无圆满啦。无圆满就袂当叫做讲真。不但是讲伊这个体如此，伊的用也是应该如此。所以咱必须了解佛法本来呢，就是真正活泼的。佛法呢，本来就是会当发生不可思议妙用。在法华现义院来讲这个上龙五正会当好来破了25有的烦恼，名叫做讲做正啦。会当破了25有的业，名叫做讲我。这个我就是自在。你无迄个业才会当自在，若有业呢，就业甲你砍去，袂当得到自在。所以必须把这个25有的业破掉，安尼叫做讲做我。也无有受到25有的这个果报，名叫做讲做乐。就是讲你毋免在三界内受生死轮回，才叫做讲做实在快乐啦。也无有这个25有的生死，名叫做讲做常。你若是在三界中呢受生死，就袂当叫做讲常。所以这个上龙五正名叫做讲做佛性的显现。会当得到上龙五正，也就是咱的佛性究竟显现的所在。最近先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